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Alan。今日咧，我哋快拍快剪啊！點解咧？因為今日咧，我哋要睇嘅係中山博愛里嘅5套特色單位。佢咧係2樓大平台嘅單位，最大贈送嘅嗰一套咧，126平方3房2衛，竟然送咗有163平方嘅平台。係啦，係咪好誇張咧？咁啊，佢咧就其實呢種產品啊，喺過往咧都係十分之有爭議性嘅一種產品嚟嘅。因為點解咧？首先佢係2樓啦，2樓嘅諸多問題，我相信住過嘅人一定係深有體會。尤其係以前嘅2樓，係好多時咧，佢最嚴重嘅問題係咩咧？講一個大家就知啦，爆屎渠啊嘛。咁啊，呢個係最驚嘅。而家咧，今時今日嘅呢種2樓單位，點解仲有人會願意買咧？喺我哋結尾再討論下啦。咁今日我就會拍攝5套單位啦，而且係一鏡到底，由頭到尾拍俾大家睇嘅，唔加任何其他嘅修飾嚇。係啦，咁啊，對於呢啲特色單位咧，如果你有興趣嘅話，可以喺評論區嗰度留言或者係聯絡翻我，攞翻更加詳細嘅資料啦。我哋而家就上到嚟佢一棟嘅2樓，一棟咧佢就係25總層高，跟住2梯4伙嘅。咁我哋喺呢一層咧，我哋一共會睇3個單位啦，分別嗰邊咧係有個203，呢邊有個201同埋一個202。呢2個單位咧就係北向嘅，嗰個單位嘅主露台咧就係南向嘅。係啦，咁我哋逐個嚟睇啦。先睇第一套201單位，佢係127平方嘅3房2衛，無坯交付，跟住佢贈送嘅露台平台面積咧，最高係去到162平方嘅，亦都係今次佢所賣嘅呢啲單位入邊咧最大嘅其中一個。好，咁啊，入門位置咧，呢度係一個露台啦，亦都有人將佢當成入戶花園位咁樣去用啦。我哋直接就行入嚟佢平台，睇下佢平台有幾大啦。呢度算係佢嘅前平台，因為佢其實係2個平台加埋嘅。好 ，OK，162方咧，我目測呢一塊就應該有100平方以上啦。另外嗰一個咧就應該細啲咁樣。好，咁啊，呢度係佢嘅主露台啦，北向嘅。2樓咧就基本上你冇太多嘅視野景觀啦。但係因為咧，佢前邊呢個位置係唔會有遮擋噶嘛，所以其實正常咧，非雨天嘅時候，佢嘅光線應該係唔錯嘅。其實呢種天氣咧嚟睇呢啲所謂嘅特殊樓層，真嘅係幾合適嘅。你可以知道咧，成間屋咧，佢最暗嘅時候係點樣啊嘛？包括咧，而家係下晝嘅5點零鐘，係啦，呢個時候咧，亦都係光線比較差嘅時候。而且呢啲無坯樓咧，佢又係冇燈嘅，所以我哋而家睇到嘅就係你實際可以買到嘅實際光線啦。好，呢度已經係到咗客廳位、飯廳位，呢個係廚房啊。廚房位置咧，正常就呢個位置係嗰個煮食爐嘅位，呢個位置咧佢就係操作台嘅位。咁啊，當然都有人係呢個位置去做煮食爐，呢個地方去做操作台啦。咁啊，睇你個人嘅要求啦。跟住過往咧，我哋賣過嘅博愛里，佢廚房位置咧其實就比較少人家去放嗰個雪櫃嘅，因為呢個空間咧其實用晒佢，你會更加舒服。同埋有一啲人咧，佢就會將個空間延展出嚟，稍微做一啲中島同餐台拼埋嘅位置喺呢度。呢個其中一個原因係因為好多買博愛里嘅香港買家，佢基本上咧都係2個人住最多，所以就未必有咁多需要招呼客人嘅需求，就唔會喺餐台個位置放得太大咁啦。好，呢度係佢嘅客號平台，呢個平台就明顯細啲啦。跟住嚟到呢度，中間呢笪位咧都係可以俾呢一伙去使用，不過一般我諗應該就冇人會去用呢一塊嘅。OK，咁啊呢度咧就係佢送嘅加埋162平方嘅嗰個平台空間啦。跟住睇翻佢嘅間隔，呢度係洗手間嘅位置，佢係有2位㗎。咁啊，無坯呢一塊咧，大家個可以揾我攞翻佢嘅戶型圖啦。圖紙嗰度咧就最主要睇翻佢嘅嗰個承重牆係邊啲，睇翻邊啲位置咧係可以變動。咁啊，其實博愛里都容易睇嘅，佢呢面牆後邊係嗰個客廳啊嘛，客廳嘅到房間嘅呢一埲牆咧就唔可以喐嘅，而其餘嘅呢度呢啲空間嘅呢啲牆其實全部都可以變動嘅。換言之咧，你想做3房又得，想改大2房又得咁樣。好，呢度第2間房，
跟住呢間房係佢主人房嘅位嚟嘅。點解咧？因為呢間房佢有套間，洗手間喺呢個位置。佢兩個洗手間咧，其實就黐埋嘅。但係呢面牆嘅後邊咧，就係公衛嘅洗手間啦。咁擰轉身咧，就要睇202呢個單位啦，126平方3房2衛。跟住佢送嘅平台咧係164平方，比我哋上一套睇嘅單位咧仲要大少少噶，不過就少少啊。其實肉眼咧你又睇唔出嘅。好咁啊，亦都係呢套單位咧，亦都係所有今次嘅5套單位入邊，佢送嘅平台面積係最大嘅一套單位。嚟到呢個位置咧，其實出邊就已經係嗰個公區電梯嘅位置啦。不過呢一夥咧，你依然可以使用到呢片空間咁樣。咁啊，呢度就係你呢一夥可以用嘅嗰個空調外機位，但係呢一個咧，其實係隔離嗰一夥可以用噶。好 OK， 咁啊睇睇佢嘅平台。唔知點解咧，我覺得呢個平台好似比我哋上一套咧係要大唔少嘅咁樣。咁啊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因為佢大部分嘅平台位咧，其實都係喺呢一面噶啦。佢就唔似頭先嗰一套咧，係後邊仲有一片空間做平台使用啊嘛。好，咁啊都睇一睇咧。其實你喺呢個位置啊，你無論做任何嘢咧，大家都知你喺度做乜嘢嘅。呢邊係窗口啦，呢邊係窗口啦，呢邊係窗口啦。所以你話買2樓呢種單位咧，真嘅係見仁見智啦。有啲人咧，佢就可能佢會搭一啲類似陽光棚之類嘅嘢啦，去稍微做下遮擋。咁啊，不過一般咧，其實好多時你喺呢個平台做好多事情咧，都係一定係備受關注嘅。當然啦，有啲人佢就唔會話，大部分人咧就唔會話成日喺嗰度及住你做乜嘢啦。咁啊，但係假如你想做少少一啲，比如話係嗰個燒烤啊，諸如此類呢啲，第一個咧你就唔可以太過於重油煙啦。咁啊，第二個咧就其實大家都係多少會及一及你。咁呢樣嘢就睇大家點睇啦。OK， 頭先睇到個主人房，跟住呢邊另外2間房，其實個光線咧，我覺得係幾好嘅。係啦，咁啊，博愛里呢邊咧，其實啲房間咧，我覺得就都唔係好大，因為咧佢呢邊雖然無披交付啦，但係佢大部分嘅空間咧，其實基本上都俾咗公區，包括話公區位置又都會做一啲類似大啲嘅廚房啦，同埋就係會有多啲嘅露台位咁樣。跟住咧就係一棟嘅第3套單位啦，最後一套203啊。咁啊呢邊其實係2房，204已經買咗出去，有人入住噶啦。咁啊203呢套咧，佢就係南向嘅，係最細嘅面積啦，108平方嘅3房2衛。其實佢嘅客廳飯廳位咧，同126平方嗰隻相差唔會太大。佢主要係房間咧就會縮細好多啦。OK，咁啊佢嘅主露台位置，佢呢邊就冇大平台啊。佢嘅大平台嘅空間咧，係喺佢嘅嗰個生活露台嗰邊嘅。我望嘅係小區嘅內園樓。呢邊係地下車庫啦，呢邊係小區其中一個主入口咁樣。OK， 咁我哋直接去睇佢嘅嗰個廚房同埋佢送嘅平台位。啊，呢邊廚房位，跟住呢度係生活露台嚟嘅。平台咧就係算係送得最少嘅一塊啦，就只有80幾平方咁樣。佢就嚟到呢片空間，跟住再嚟到呢度。係連住其中一個房間嘅後邊咁樣。好，咁呢個平台如果對比前面嗰2套咧，其實佢就似乎係性價比最低嘅，係啦。不過咧，佢就好在咧，其實個隱私性啊，相對嚟講咧，似乎會比其他幾套會好少少，係咯。即係你反而冇咁開揚咧，你喺呢片平台你可以做嘅一啲事咧，似乎可能會多啲，係啦。咁啊，其實我覺得都係心理方面嘅作用嚇。OK，咁啊，再入到嚟睇房間啦。嚟呢度第一間房，呢間房長型嘅，偏細嚇。跟住洗手間，之後第2間房，最後尾係主人房。主人房咧，其實正常入戶嘅喺呢度啊嘛。跟住呢度有個凹位啦，呢度就主人房嘅洗手間，跟住其實空間上面嚟講咧，
佢就只能擺得落嗰個咪五床，其實就已經好大。跟住博愛里咧，佢就主人房位置呢度會多一個露台咁樣。下邊呢度咧係空調外機嘅嗰個位。我哋而家落到嚟啦，頭先咧睇嘅係一棟，咁啊順便俾大家睇一睇佢嘅園林啦，同埋佢博愛里嘅一啲基礎上邊嘅數據。博愛里咧，佢就唔係一個大型嘅小區屋苑嚟嘅，佢算係偏中小型嘅，亦都係我比較中意嘅嗰款啦。隔離嗰個樓盤咧就係澳豐天悅啦。咁啊，博愛里佢又全部都係無坯交付。呢邊咧係最早開售嘅一棟，同埋二棟、三棟、四棟咁樣，以此類推落去啦。去到嗰邊嘅棟數咧就係大單位啦，賣嘅咧基本上係大平層咁樣。咁啊，我哋一陣咧就去睇翻佢二棟嘅兩套單位，分別有一套114平方嘅，同一套122平方嘅。咁分別所贈送嘅平台空間咧就係110幾平方左右咁樣，係啦。二棟咧就兩梯三房，都係25層高。喺梯戶比呢一塊咧，佢就比一棟會高少少咁樣。係啦，嗰邊03單位咧已經賣咗嘅，呢邊咧係02同埋01。我哋先睇01啦。01咧係114平方嘅三房兩衛，送嘅平台空間咧係119平方。咁啊，呢個01單位咧，其實過去好多客咧最中意就係呢一塊啦。因為呢一塊咧，佢雖然係公用嘅空間，但係就相當於咧，你呢夥人家其實係比人哋係多咗一塊咁樣嘅類似入戶嘅空間咁樣。咁啊，你就唔會有嗰種話好似我用咗人哋嘅公用空間嗰種感覺啦。因為呢一夥咧，基本上有多個門啦，然之後你只要唔擋住個安全出口咧，呢一塊你去擺嘢，其實你就唔會有太大嘅心理負擔嘅，亦都冇人會理你咁樣。好 OK，咁啊入到嚟咧就先睇廚房啦，逐個睇下廚房位置。唔知呢碌嘢係咩嚟嘅咧？如果有識嘅行家咧，可以喺評論區嗰度科普下。咁啊，佢呢個廚房位咧就四方形少少，唔係好長，跟住一個細細地嘅生活露台。生活露台望嘅都係小區嘅內園。咁啊，呢個生活露台咧，佢就係北向噶啦。而呢邊咧主露台佢就係朝南向，佢個廳咧你覺得唔係好長，不過佢就闊啲咁樣。好，主露台，跟住呢邊就係佢送嘅平台啦。平台位置咧119個平方，都幾舒服嘅。其實如果你對比前邊我哋睇嗰個單位嚟講嘅話，咁啊，因為咧佢呢邊所靠後嘅方向啊係南向，其實早期咧賣得比較好嘅，尤其係一棟二棟嘅單位咧，呢一隻係賣得 OK 嘅，因為前邊幾乎全部都係無遮擋嘅，你就望嘅主要都係山景、樹木景為主啦。旁邊嗰度咧澳豐嘅高層同埋澳豐嘅別墅。好，我哋睇一睇佢嘅平台。其實呢啲真係有啲唔知點講啊！就係大咯，咁啊大大地咁樣，跟住可以點用咧？用到咩程度咧？真嘅係見仁見智嘅。首先咧，其實會去買呢種二樓大平台嘅買家咧，就本身就係算係偏少嘅買家。不過今日咧，我嚟到中間，我由頭先拍攝到而家啦，應該係40分鐘左右。咁就已經睇咗最少有4批買家嚟睇啦。至於話更加早嘅時候咧，究竟有幾多人就唔知啦。好，我哋頭先睇咗房間啦，跟住洗手間呢邊第二間房，跟住係主人房。佢呢個主人房咧，覺得就比前邊我哋睇嘅82方嗰隻咧，似乎仲要大少少咁樣。好，呢邊係主人房套間嘅洗手間，最後尾係二棟嘅202單位，呢套咧就122平方，送嘅咧係127平方嘅平台。入門位置入戶花園位啦，跟住嚟到咧左手邊係主露台，直接去睇嗰個平台啦。佢呢隻嘅平台咧就菱形嘅，嗱呢度係打橫噶嘛，跟住就歪歪地咁樣啊，變成一個類似鑽石咁樣嘅形狀啊，所以就唔係好規則嗰隻啦，就唔會有前邊睇嘅嗰啲平台睇起身咁四正咁樣。其實佢呢片嘅空間咧，就又似乎都幾好用，幾大。二樓位置咧，其實就係光線啊，同埋比如話可能比較容易惹蚊蟲啊，
呢啲諸如此類呢啲問題啦，抗性嘅嘢喺嗰度啦。所以假如你買入咁樣嘅單位咧，其實好多時你都係需要去做比你買常規單位多嘅一啲措施嘅。比如話防蚊嘅一啲措施啦，係啦，比如話你嘅可能一啲要買多一兩台嗰個空氣淨化器啦，係啦。好，跟住睇房間，第一間房，洗手間，冇咩好講其實。嗱，呢間房細啲咯，咁樣。跟住主人房，主人房都係大過套廁。呢個好似短啲啊！咁5套單位就已經睇完啦。對於呢啲單位咧，其實究竟應該話佢好定係唔好咧？呢個真嘅係見仁見智嘅。首先咧，喺好多時候我都唔提倡大家主動去買2樓呢種單位。雖然話而家喺建築工藝上邊啊，無論係防爆屎渠啦，或者話2次供水問題啦，諸如此類嘅呢啲工藝嘅先進程度咧，其實對比以前真係係有極大嘅改善。咁啊，但係咧，始終咧，佢2樓有一啲硬性上邊嘅缺點咧，係你難以避免嘅。包括就係2樓，首先咧，佢未來嘅流通性就未必有咁好。咁啊，第二個咧就係2樓嘅一般佢嘅光線啊，同埋氣味咧，其實呢一方面都會相對即係通風嗰一塊啊，其實係會相對爭少少嘅。咁啊但係今日睇嘅呢種單位咧嘅好處就在於話佢係有大平台嘅，而且你可以理解為咧，你係用同樣嘅嗰啲平層單位嘅價錢，但係你多咗人哋1倍甚至乎係1.5倍以上嘅多嘅俾你使用嘅空間。咁啊咁呢種情況底下嘅話咧，其實呢啲單位就都有佢嘅價值喺嗰度咁樣啦。咁呢度而家佢全線嘅呢啲單位咧，其實都係11,500蚊嘅單價，跟住係認減嘅，相當於話咧，你無論想要佢最大嘅平台嗰隻，定係最細嘅平台嗰隻，佢哋嘅單價係冇變化嘅，只會喺總價上邊咧有些少差別咁樣。好，咁啊，如果你對於呢啲單位有興趣嘅話咧，記得喺評論區度留言或者係聯絡翻我啦。我係 Alan，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